玩都食啊！屌孫娘，我有咩唔好啫？我唔夠佢靚仔咩？我咪中意佢靚仔，亦都咪中意佢有錢，我係中意佢有才華，人哋識單手揸順風車。喂，咁我都可以單手揸大巴噶。你睇下孫娘，人家開寶馬，你開個大巴，人家車比你貴，等你開起寶馬講嘛。我一樣可以開得起寶馬噶，你俾啲時間俾我咪得咯。等幾時咯？你睇睇你啲票價嘛。東莞到珠海11蚊落，東莞到深圳15蚊，東莞長安虎門到廣州26蚊8，有咩問題啫？人家揸順風車比你玩得多啦，你哋啲大巴又冇兜路，又冇收高速費，點玩都食啊！我哋預測係真實有效、無限量、無套路噶喎。屌孫娘，我寧願坐寶馬嘅殼，我都冇坐你大巴的票，你咪使揾我係噶。我用一台大巴可以換2台寶馬啦。紅眼睛幽幽的看着這孤城，如同苦笑擠出的高興。